Hello，大家好。好多女士以為瘦身就係食少啲，多啲做運動，但係事實90% 嘅人都係用錯方法，咁樣嘅方法仲會越減越老添。我哋一齊睇下以下3個盲點。盲點1：過度節食。當熱量太低嘅時候身體就會自我保護，仲會拖慢咗我哋嘅新陳代謝，你就唔單止瘦唔到喎，仲會皮膚暗沉、甩頭髮添。盲點2：狂跑步。長時間有氧嘅運動唔單止會令到膝頭哥受損，仲會提高壓力嘅荷爾蒙，係會令到你更加難燃燒脂肪嘅喎。盲點3：忽略荷爾蒙，特別係30歲以上嘅女性，如果荷爾蒙失衡，就算飲水都會好脹㗎。所以真正嘅體態管理係營養加重量嘅訓練，再加作息、荷爾蒙嘅管理。當你用科學嘅方法，瘦身嘅過程就唔需要捱餓，仲會越減越年輕。想揾翻屬於你嘅科學瘦身方法 ，follow 我 DM 體型，我會幫你做一個個人化嘅瘦身分析。記住 like and share， 同埋歡迎你加入 Boomera 健康美麗群組，讓我哋一齊可以同行，更加嘅健康美麗有自信。